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上班時間，佛山迎嚟超級大暴雨。我平時係會踩單車嘅，避開呢個落雨呢，今次係登定去坐公交車，所以今日分享一下大風大雨情況底下我上班嘅公交路線畫面。
而我好唔好彩啊，落車後呢，就遇到狂風暴雨，迫於無奈啊，只能夠硬食步行上班，結果一身都係濕。唉，老天爺啊，就中意欺負我哋啲牛馬打工人噶啦，鬼叫你窮啊，頂硬上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嘅作品嘅話，歡迎點個 like 同埋訂閱下，respect。